咦，呢個咪 IGC？ 對面咪 ICC？ 故宮文化博物館都睇到，呢度同九龍站只係一站之隔。根據公司數據統計，喺奧運站11月份嘅總成交量達51宗。呢間家私大部分都係用實木訂製嘅，可想而知業主係幾花心思啊！呢類型嘅4房單位亦都十分受歡迎。走廊中間加設儲物空間。我哋直接睇咗主人套房先。客廳同房間都一致向南。呢個單位咧係4房雙套，實用面積有成1424尺㗎。如果係你住喺呢度，你會唔會咁樣擺呢？全屋景觀開揚，仲可以南北通透。咁大個衣帽間，見到係咪都好開心呢？呢間屋大部分都係原裝，但業主保養得十分之新淨啦。呢個屋苑嘅樓底有3.5米高，所以房間望落去嘅空間感都十分之大。最重要，佢仲有多一個套房啊！哇，如果我住喺呢度，都應該唔捨得搬走啊！廚房仲有個俾姐姐輕鬆外出嘅後門。唔知有邊個女主人會咁幸福，煮飯都可以望到朗豪坊㗎。歐陸式嘅內園，大型嘅商場連接，精英班、興趣班樣樣齊。匯豐同中銀中心嘅寫字樓都喺呢個小區。如果想交通方便、返工舒服、小朋友返學都 OK 嘅話呢，記得拖我帶你去睇睇啦。